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係保利賈家嘅32C嘅一個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就面積1550尺嘅4房2套單位，做緊賣物，事不宜遲，我哋睇下。首先嘅門口呢，就已經係客飯廳啦。咁客飯廳係一個正方形嘅空間啦，連接住露台。咁我影緊嘅呢一個位置呢，就係一間嘅書房嘅，一個方方正正嘅書房。然後呢度就係廚房，廚房又配備咗明火煮食啦，同埋附近嘅裝修咧都好新淨嘅。咁廚房嘅右手邊就係一間工人房，個工人房嘅空間其實都非常之大，咁同埋都配備咗窗口位置啦，有個嘅透光度。咁呢個位置就係可以擺一個嘅洗衣機，呢個就係工人廁。咁然後我哋再出返去，咁呢度就係其中一間嘅套房啦。一個係南邊嘅窗口，一個好方正嘅設計啦，擺張雙人床，空間都綽綽有餘嘅。咁套廁一個浴缸。有個通風嘅窗口，然後我哋再去露台嘅位置，望向北邊嘅景觀，然之後呢度就連接住沙發套，咁呢度就係其中一間嘅睡房啦。有朝向北邊嘅窗口嘅，一個好方正嘅設計，容易擺放家私嘅。然後呢度一個嘅公共浴室，配備咗一個嘅企缸設計。然後第二間嘅睡房，一個好乾淨嘅空間啦，同埋個向北邊嘅窗口。咁最後我哋睇埋套房啦。咁係一個向東邊嘅窗口嚟嘅。咁然後套廁又配備咗一個嘅浴缸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97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